来镜头刷到立法院，这个经济甲维权委员会今仔日继续来审查含3肉精的美国猪进口的相关的行政命令。在野党的立委火力全开，针对着加工肉品的标示，针对要安怎看出着猪肉制品是毋是有含3肉精等等的问题，来质询着卫福部长陈时中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。这在野党立委的炮火是真猛哦！ 今日立法院的经济委员会甲环境卫生委员会，特别为着含有3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的问题，邀请卫福部长陈时中来言说明。连争取阻挡都不阻挡，好，那你们为了当官可以这样吗？反对而反对吗？什么叫为了而反对而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本来的坚持就是一样的，要面对嘛，我们就要面对问题，看能不能。你拿我们的健康 来跟你面对这些问题，什么叫面对问题？面对问题就直接来面对人民啦。谢谢，请下台。拿赢的立委痛骂官员，敢若想要开放美国猪肉进口，拢无顾到民众的权益。另外，因为特别关心产地甲加工品都要标示的问题。你标示了整个莱克多巴胺的猪肉，将来会更是微乎其微，那反而还是让消费者都买到了相关的。主委要标示假的啦。 你拿个香肠，你标示什么？你拿个肉羹，你知道是什么？部长，请问你有没有办法辨识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，没有办法。但是你没有办法辨识加工食品，你要人民怎么辨识？没有办法，你要人民怎么选择？部长，没有办法。不要在这边说空话。中央坚持产地就要标示，认为安尼会当强化台湾猪品牌的形象，并且鼓励民众多多消费。 只是朝野双方对3肉精的标准拢无相同，今仔日这个审查会嘛真歹有结论。